大家好，我係素明。今日天氣咁好，不如喺庭院呢度，我一邊泡茶，一邊講個故事俾大家聽。如果有一日你由高高在上嘅位置跌到落谷底，仲要受盡各種侮辱，你會選擇從此一蹶不振，定係默默忍受，等待翻身嘅機會？今日素明想講一個有關忍辱負重嘅成語，臥薪嘗膽。春秋時期，吳國同越國打仗，越國大敗，越王勾踐被逼向吳王夫差投降，仲要帶埋老婆去吳國做奴隸。一個一國之君喺吳國要幫夫差餵馬、拉車，甚至仲要幫夫差嘗糞便嚟睇病，受盡千般侮辱。夫差以為勾踐已經被磨滅咗鬥志，3年後就放佢回國，但係夫差錯咗。勾踐回國之後，發誓要報仇雪恥，但係佢驚自己過慣好日子，會忘記咗喺吳國受嘅屈辱，於是佢唔瞓舒服嘅床，偏偏瞓喺粗糙嘅柴草上面，呢個就係臥薪。佢仲喺屋梁吊一個苦膽，每日食飯之前都要嘗一嘗嗰種苦味，問自己：你忘記會稽嘅恥辱未？呢個就係嘗膽。佢就係咁樣，日日夜夜磨練自己嘅意志。經過10年嘅勵精圖治，越國終於強大起來，最後一舉滅咗吳國，報仇雪恨。呢個就係臥薪嘗膽嘅由來，形容人刻苦自勵，發奮圖強。人生總有高低，身處逆境嗰陣，怨天尤人係冇用嘅，只有忍受暫時嘅屈辱，默默積蓄力量，先至有機會反敗為勝。故事講完啦，茶亦都攤凍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